的这就是国民党有关的这一届呢总统初选的结果呢。上尾呢是由韩国瑜呢来代表国民党参选咯。而这韩国瑜初选已经当选，已经是代表国民党咯。那安尼呢，郭台铭伊未来是要安怎行呢？一定呢对着2020年总统大选也未表态，这代表市长郭文哲咯，也一直互外界好奇讲是毋是伊郭科配的可能性。郭文哲今仔日呢无公开行程，毋过呢也针对着相关的代志接受访问。一直觉得国家太乱，所以在考虑要出来选。可是现在蓝绿的人选都有可能改变国家的情况底下，你觉得你出来选还有正当性吗？等我想好再跟你回答。你觉得韩国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厉害吗？This is a good question。什么意思？我再想想看，不是这样嘛？这个是他要去说服台湾人民的嘛。市长他是你的前部属哦，那现在成为一个总统的参选人，你有没有什么话要给他？也没有嘛，平常心就好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他没有什么期望。其实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以前没有很仔细想，现在开始认真想了。认真想什么？认真想很多事情嘛。来，你说现在这个结果出来，让你想了很多事情吗？要开始想。那如果最后真的是他出现的话，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喊话吗？没有啊，没有什么话，还没想出来。你以前在他参选那个党主席的时候，有说他是唯一可以改变国民党的人，那现在还这样想吗？不过改变国民党跟改变台湾不一样啊，这要想一下。不是，因为你之前有说过，就是市长出来中间参选总统，其实你们都有很多东西要突破。那现在如果就是可能大致笃定的话，你会觉得说他们希望要有一些东西来对外界说清楚。什么？就是那题目他们要怎么样突破市长中间来参选总统，怎么样说服更多的选民来支持？那就是他的责任，又不是我们，是他。那你可能会遇到异样的状况。这常常是一种，民主政治还是票等值嘛，所以它还是个说服的过程嘛，就常常是这样。市长韩国瑜确定出现，那如果郭台铭脱党参选，会不会造成国民党分裂？人家都还没脱党那些，等代志，的话会不会造成国民党分裂？等代志发生再来烦恼你啊。那我有一个谈一下嘛，你会让郭台铭谈一下吗？韩国瑜出现会不会让你提早宣布要选总统？也不会啊，就是这样的。常常是我们这种急诊处或者是这种加护病房的医生的个性也等真的病人送到急诊处，确定伤势，再决定怎么开刀嘛。不是应该说韩国瑜出现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影响你的意愿或是决定的过程？会吗？以后再告诉你。那如果最后韩国瑜思考的怎么样？郭科配思考怎么样？我就是还不晓得，你看，不是已经确定是韩国瑜啦，已经确定韩国瑜，那你要思考的是什么？你要思考什么？你想要思考的是什么？不是啊，一样啊，这个所以是什么？如果不对的，等国民党宣布再讲吧，第一点宣布以后，然后他们会讲他们的想法是怎样，那大家。